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中华的园林，这个阿宝坑粪扫掩埋场，这个拜日因为沼气引发着大火，烧到今仔日烧4天啊，还阁咧烧，还阁有残火甲大量的浓烟。隔壁乡镇分恒乡有3个砖头，这几天门窗拢唔敢开，学生嘛拢爱挂喙暗来上课，实在互人真抓狂。100外个村民早起烧蕉到市公所抗议，要求要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园林市公所讲，未来这个粪扫场会来砍土，会来做绿美化，嘛会来按沼气的引流管，避免过来发生火灾。已经第4天啊，中华园林阿宝坑粪扫掩埋场火还未拍花，为日时烧到暗时，这乌烟拢四个乌白飞，边个国小这学生囡仔拢爱挂喙暗上课，对来讲真艰苦。这是烧垃圾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它有没有臭臭的？有很臭啊！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都要戴？这几天都要戴口罩了？有。抗议哦！哎呀，这几天算很交代啦。市长出来面对。几摆分恒乡的人来到园林市公所前有白布条抗议，因为粪扫掩埋场的乌烟直接影响到附近3个砖仔头，互因无多数到新鲜的空气。迄火有啊，呀，火拢阮咧有砍咧啊，你另外一定爱砍。豆豆无飞来，拢内底。无啥有味啊？无有味臭味啊。哦。真臭啊！全面回忆讲，这个乌烟内面有带好新市公所是澄清讲，这个粪扫掩埋场为91年以后就无搁倒粪扫啊，平时加放一寡歹去家具甲树尾尔，是因为粪扫有这个沼气，才会引起大火。啊嘛，希望讲会当做一个引流管来，甲迄个沼气甲排放出来。虽然公所强调讲会赶紧将火拍花、砍土了后进行绿化甲美化，不过这掩埋场伫99年、105年拢发生过大火，逐摆拢啊烧差不多10天以上，村民看到这乌烟真的是忍无可忍。